所以寫咗叫咩名先？今年幾多歲係嘛？大家好，我係陳君健。近排就去過自貢售賣機去實習嘅，初頭第一次去面試，又反而自己太緊張，又未必掌握嗰件面試要求。而家上咗個之前培訓小組啊，學下嘅影碼技巧啊、面試技巧啊、求職技巧咁嗰啲啊，同埋時間管理方面咯，都可以應用到將來公開就業學到嘅嘢。好嗱，咁啊俾多啲信心自己就 O K 噶啦。好啊，唔該晒你啊。唔該晒。中度智能嘅君健，細個因為腦癱，導致右邊身同右手較弱。依家佢揾到一份入汽水機嘅散工，由於體能所限，送一轉貨都唔容易。幾辛苦，不過辛苦都會照做嘅。車仔行重咯，嘅會性格咗嘅，真係好容易會俾人撞稿結親。因為而家僱主家好難，即係請啲傷殘人士嘅工作俾我哋去做嘅，都唔係咁容易，都係要靠社工去幫手，先可以揾到呢份汽水機。一開始嘅幾個月，社工會跟埋君健一齊由倉庫拎貨送貨。好，而家啲貨物有冇過期啊？冇過期，好。我哋嗰陣時啱啱開始嘅時候就係夏天嚟嘅，咁啊最長一次都可能用咗5-6個鐘咁樣，咁啊連埋車程啊咁啊，係先完成一部機。咁做完嘅時候，咁都會比較攰啊，有佢哋都會有時想放棄啊。做到都2-3個月啦咁樣，咁嘗試慢慢逐步放手佢哋，咁啊等佢哋2個人去完成成部嘅入汽水機嘅過程咁樣咯。剛剛出社會做嘢，難免會有甩漏。君健試過入錯貨，俾上司怪責。亦都曾經因為意見不合同拍檔有摩擦。有時可能佢哋入貨嘅時候咧唔認真，咁嘅時候佢哋就會將啲貨咧可能啲 logo 啦，可能擺前後倒吊啊。咁上司佢哋自然對佢哋有要求嘅，咁因為始終真係賣俾客人。我哋都會嚴厲少少，會教導翻佢哋啦，係啦，因為做錯事咁，佢哋都要去面對，要去承擔翻個責任。咁下一次咁，佢哋就會做得更加好啦。要尊重翻嘅上司指示去做，真係唔好下個自己唔聽人嘅做就自己去做，即係嘗試聽下人嘅講。梁姑娘覺得君健離開咗學校呢個保護溫室，心態開始變得成熟。以前咧可能領唔掉咁樣啦，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從中要不斷同佢教佢啦，等佢知道個後果啦，係啦，咁事後佢都可以明白到知道真係要做嗰份工作。辛苦都會照做嘅，真係唔好俾自己有壓力。